嗰度南门人讲到左边嘅下嘅事情，左边呢老旧事，如果讲啊好难报答到，唔过也是有讲啊，鬼唔起嘅。有一群人恁摆去做礼宾，如系上军二队，有人讲国家门面按好名上嘅势头，如唔是讲有一公用一封事呢，大家也如过反映。仲有一群人操论串联呢全国600人嘅退伍嘅上军二队弟兄，大部分长也的团体练习，亦能有拿起6公斤嘅补充，非米嘅团奇妙嘅军中生活。当然，国庆庆典上，三军演出嘅麦克同技巧，是得讲嘅表演节目先精彩嘅部分。了解有國家門面好名聲嘅隊伍，透過熟練嘅想法同多變化嘅出現，展現出國家裏邊付出嘅威儀同榮耀。首先呈現在各位眼前的是旗開得勝隊形。三軍演出平常時各個擔任洋送嗰邊，國家天天長壽住房嚟到衝熱拳舞，可能係安尼嘅容易性同講勇敢，就算退伍呢。嚟到弟兄還當好知識，教下唱，講下歌戲嘅台同唱，講下歌藝嘅時光。有嘛有嘛？这不是，是，这个是的，这个不是，哎呦，好，肚子在动哎，肚子在动，哎，你脸笑一下好不好？把他追。要没事吧？吊枪关顶壁3天。3天。听口令，破，入，雄壮下枪，预备，起。雄壮下枪，2、雄壮，威武，严肃，刚直，安静，坚强，确实。就像歌戲同觀眾安尼，將6公斤嘅鋪充，唔過啲下跌充，學長唔愛罵你，前度小下人，多啲大家嘅身材也變咧，冇像歌戲按標準，小妹啲嗰下冇按好，冇2、3下，小重要咧。槍下，好，活動一下。抓！幸好你们走太慢了，还要再一次，再一次。当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应该要成立一个团体，所以我们变成说，这个团体就很自然而然的有几个干部，然后我们一起同心把它成立起来。其实我从退伍第一天开始我就想要玩枪了，但是在外面其实都没有机会可以玩到枪。那因为一个因缘际会，我们做了这把枪出来之后，我们就集合了很多退伍仪队的弟兄一起玩枪。所以加入退仪帮，除了凝聚弟兄感情之外，其实大家一起玩枪，增加一个正当的活动，也是我们的目的啊。因為繁衍過去較長嘅時光，幾個弟兄就同苗路行好笑，當夾界陸軍界來咧，海軍界來咧，空軍界來咧，海陸界也來咧，這時對將退伍都已經65歲嘅太學長，用來重溫嗰條年傾下潮衝嘅感覺。訓練時間，然後表演的時間呢，是在好。
很久无联络，无机会都拿到枪了，俩有机会拿到枪，当欢喜。还有体育做定正式嘅军科，联系拢要求标准样式，身材也3万维持，不让声音国家向下带来。我有收集那种军品的习惯，然后再加上那个身为一队人，然后还是有一队的热衷，所以收集一队的衣服。小朋友啊，他现在国小3年级，身高也是他们班上蛮高的，所以有机会啦，应该也是他会那个到一队去。对于最近疫情，连声音也感受到，日前自家讲係退役班嘅體型，就係安尼好搞笑。就算技巧已經無按熟練，就算3分2時聽唔到節拍，就算全行嘅民眾行檢看。真是青島朋友來回味過去的作品的時間，認識比較不同的，然後四個一隊的都認識不同一樣的，唱法也不一樣，行為也不一樣。非常榮幸，對，而且就是不同期的學長學弟們在一起，然後聊的事情很多，聊不完。俩時間你要再個去鋪出無買可能啊！有什麼人士來重新來接合俩條路嘅電嘅種嘅全部路重新全部向下到下，睇下天歡喜。小心。高学长，今天枪具有这些弟兄们的协助、努力、认真之下，大家能为我们入一队的人更加努力。2年外來，大家一屆體育界禮拜2下晝，中正紀念堂嘅廣場巡行，攏會有200個市會。全台灣有600屆退役班體育，有限嘅人就會來。佢冇想到將成立年外，就是在串聯按多個體育，可能係同其他軍種比起來，佢有啲更加特別嘅回憶。其實我在退伍之前，我也是想說，我以後再也不要再想起這件事情。我也想說，我以後再也不要玩槍。可是其實深刻的生活體驗，到最後在你人生裡面會沉澱，它會變成你人生的一部分。所以退伍之後，過了沒有多久，我們就開始懷念起玩槍操槍的生活。每個男人聚在一起都在講當兵的事情。其實最痛苦的回憶，其實就最珍貴、最值得的回憶。所以其實我們比較幸運，因為我們是一隊，不管是陸海空還是陸戰，因為我們是一隊，所以我們有一把槍才可以做回憶。來，去熱身，不要再混了。你要人家那個開始要練槍了，快點。晚來屆無處發，聽上淨土就好。退役班延續過去屆軍種技能同精神，國家期待以後有意義。以及去年當學嘅隊伍，高等小學嘅槍，變化等出現，再現以前離別嘅自信。